來，鄉親朋友，係坤哥喺度轉到咧節目嘅現場咯。今比8月號空氣來報道嘅單元嗬，為大家來邀請到嘅是李少泰醫師來大家來睇到呢個空氣檢查。上來啊，呢個空氣檢查，你用班愛做，韓國做嘅時節嗬，愛注意呢都，自家愛家做呢都有項目嗬，呢都全部可以先來大家來睇到講到。假使大家有問題，咪就得利用呢時間打電話到現場來嚟嗬，好啲行嘅上我嘅實實過來請呢醫師來大家來講下哦。頭先都聊之前講到嘅是血壓高嘅問題咯，當然血壓高自家愛注意愛治療咩嗬。韓國呢血壓高嘅平時哦，愛用班嗬，用班去注意啊，都做得個來啦，鄉親朋友按技術都講下清楚到啊冇。主要吼，你嘅高血壓嘅些，相信會抽哪忍。抽哪會按用，空會忍忍，係咪用我用飛飛係。它就等於是為胸部會很啦。哦，胸部啊，心肝頭從年半年用3年那樣嘅感覺嗬。它就等於是沒有嘅是會全採用。哦，檢查。因為叫個心律不整嘅時節，哦，所以採大概採。它就因為頸頸痠痛啦，就因手會痹啦。係。啊，有嘛就因完全冇感覺啊。你啊，完全冇感覺，係咪佢前頭冇按嚴重啊？唔係，有的人血壓當高，佢電到完全冇前頭。係，你一種按電到當麻煩。相信你所講，你血壓高咧，我就冇前頭咧。係啊，結果佢完全唔免糖嘢。係，你有前頭嘅佢電到嘅。怪糖嘢哦，你冇前頭嘅，所以都電到好麻煩的。我是冇前頭啊，你講愛血壓高咧。對，雖然咯，相信會經過拍在身上，有嘛量到幾高血壓咧，你講係相信。你係建議人來量血壓高，韓國血能我建議人來檢查。同樣嘅結果，幾常咪相信？幾常相信？因為佢冇前頭。佢可能咪是當你檢查唔錯嘅。佢會話你帶黑機嘅。哦，按樣片係。你帶偏機嘅，然後其實你唔會偏因啦。係，主要是講你係冇前頭，你很難會注意啊。哦，唔係講你冇前頭是冇會插機啊。啊，就有因素會講，我講讀落去多咧。我忙坐下來呢，啊問題是你坐30分鐘以後，還係當過啊。錯，所以呢就係應講血壓高嘅問題。當然來到醫院嗬，第一先來量血壓，血壓高就當然係高。不過血壓高嘅人嗬，去檢查我做呢都有檢查咧。哦，從血壓高嘅人就都按讀落嘅些嗬，會推薦減血，看見嘅膽固醇、三酸甘油脂會過冇。因為你都個人因，相信伊個血管會硬化，血管硬化嘅時節，個血壓自然就會好高。哦，當然有嘛就對因藥物唔好，係藥物唔好，血壓咪會跳起來。係係。韓國血糖有嘛會檢查，因為血糖高嘅因，係佢咪會血壓高。有嘛血管會硬化，有嘛血壓高。哦，從了都也會。啊，除了了都以外，他們去做心電圖，心電圖做下心電圖，看見心臟跳動樣反應，有的人從研究都做到，佢有到個心肌缺氧，是表示講個心臟哦，地部心臟個血管硬化，硬化到個心臟有到會缺氧咧，係該冇推好好治療，相信佢會變到心肌梗塞，像心肌梗塞些開始變到抬跳咧啦，開始變抬跳，所以你也當到因為食到調好，心發到調好，運動又少，到後背咧去到睇醫院，你檢查到冇樣病，結果佢就推做支架。哦，錯，該是因為佢血管又硬化咧，本血尿血又傾多咧，所以佢就推做個支架落去病，是很容易。我病到你還是當麻煩了，雖然講也係當簡單嘅手術。以下來講是好簡單的，可是你病落去，你還係只壞東西，即係身體地部都有外來嘅東西，真係唔好呢。肯定唔好。有講咩講？我病了以後，還是做的，是自然的，是唔是保養的？你很難會保養佢。
真紧的哦。你讲到你个保养的部分，你血压高的人哦，平时的生活你保养，你种涂卡来，就较简单来，老乡亲朋友来讲下，用办来保养的。然后最好主要是天气检查哦，当然一摆。头先讲到的安度检查，当然最少来做一摆。当然係你有問題咧，唔係當然，大概你做檢查。韓國特三嘅嘢係通手去檢看你血流有問題麼？有變化麼？有效果就係好大，係容易哦。當然是會食藥個啦，食藥個新人不問題，唔係講我見唔當過咧，我食藥個。等有天咧，是唔是咧？做唔得咯。唔係，記得我係講過，我講下咧，做是會強大。哦，係啊，樣啊。當到人安上。係。我係推講唔係啦，你當你食飯你嘛，小組還係食飯啊。錯啊，錯啊。重要啊！可是叫事情，我食下咧是冇食咧，等佢過咧有講嘅食，結果吼，個血壓吼一下調高，一下調低。叫兩點都可能唔好，所以控制到控制當平穩來，係容易。市場嘅波浪，係要慢慢來。咩一下颱風、大浪一下有冇，係要個點都唔好。好，有時講到呢個血壓嘅控制哦，嗬，所以食東西哦，一天來控制呢，食咗個愛食呢，係有愛食，食到大下來咧是慢慢聽。慢慢的，每一擺就全部聽那樣。咩聽，所以慢慢的10年來。慢慢的要飲食下。咁係10年來，係漸漸食到強大，繼續量漲來調整。因為可能你自家本身也生活各方面調整好了呀，我記得你個血壓就控制好，平穩的話咧。韓國心情平穩啦，充足，睡飽咯，冇聽過咯，重要是咧維持理想體重。冇聽過重，我伊嘛有拄過一下哦，佢本來98公斤咧，血壓88，血壓88咯，當過，結果我推減重以後，因為佢係卡個攝影機啊，卡年走哦，起未急，講個冇計起未急啊，聽音到，叫佢嚟減。98嘅減到嘅嗬，血壓藥佢本來是當重嘅血壓藥，結果血壓變到100，唔是食藥嘅咧。所以你都血壓嘅部分。所以我講咧體重當重要是係冇太翹起來啦嚇。你體重下來嘅變到，你血壓藥很做得減，所以調整。適當飲食是冇食太鹹嘅，冇食太鹹，韓國冇食太多嘅刺激嘅東西，酸澀嘅啦，韓國辣嘅啦，冇食太多，有啲人當後上嚟時山溫暖。有當到人吃到啲凍香素哦，不過自家血壓高是要注意的哦。係哦，你是冇要注意水溫啦。有人當好山溫暖啦，一下個變水，一下消水，咁嘛當危險。除非你血壓控制好當好咧，你去做唔怕。你血壓冇控制好，一下飆強過，一下又帶下來，係是危險。你也是講到呢個部分咯，當然還有其他嘅生活啲態度，我哋注意到嘅嘛。係有，韓國人便秘。要搶出來都食到。你係搶出來食少，容易便秘。大便唔通嚟些，像是熱浪啊去。熱浪啊去，血壓飆起來，韓國像變到氣兒是會變到嘅出血。氣兒久咧，又嘛麻煩。頭先講到嘅呢個。要大腸癌嘛，嘅都問題又出來咧，哇，真嘅。韓國重要是適當嘅運動天才來做。好，你一直講到 Andy 血壓高嘅問題啊，嗰撒下兩看到呢一種啦，嗬，你一直血糖高嘅朋友咧，嗬，到呢個平時講到生活嘅部分啊，嗬，你一要你都要注意嘅部分，嚟讓大家講下。血糖嗬，同個血壓有嘛強樣，食東西係靠食清到，冇食個甜鹹嘅、甜甜嘅，哦，其實當到朋友叫做凍薑、糖尿嗬，你同佢講食東西嘛，佢糖到幾時分咧，
去当讲去看营养师嘅。某个东西都讲是唔对，其实冇干冇晒咧。冇干冇晒，其实当重要的是讲，莫食甜甜的东西，含容易食的东西要均衡。嘿嘿。好，要均衡。当然像个高热量的个脂肪啦，高热量的东西，莫食甜多。好，主要是莫食甜多，停息停量。好，这个保持年来，韩国维持你的体重。好，韩国强调水味啦，减少喝酒。莫食酒，哦，因为酒精本身是会糖分的啊。错。哦，当然强调到因俩甜食俩、当个食俩都全部系要注意嘅。以外，吼，还很重要，要适当运动。哦，运动。嘿，还得运动，吼，你会做运动啊，又做运动，你个身材、韩国你个体重都会维持得很好，然后对你个血管，还有对你糖尿。全有帮助。哎呀，所以咧都是全部讲咧血糖啦、高血压啦，当然可能慢性病其实很有动到吼。啊，比如讲讲心脏的部分啦，可能当到朋友啊，记得讲到咪袂少啦，吼，咁个咧有机会现在个老大家讲到，假使讲爱礼拜去检查，吼，啊检查结果出来咧，吼，哎爱。本医生来看也係來講到，我之前可能要去比較會所檢查過，我攞所有嘅資料全部帶到本醫生。該最好，該最好。用這樣做得做咧，最好嘅分析。你所有嘅抽煙、抽煙、睇抽煙嘅檢查係有，你帶過來吼，帶過來先做比較，降低講你嘅變化上來形容變化嘅相圖，吼，有到已經頭擺是有變化咧，冇感覺到。哦，你阿伯講講，又對我怪怪係樣。好，我講到前邊你大概看見係醫生人嘅財富咯，我想你記喎，當到你是當認同唔個體重要嘅嗬，所以愛去做，當到你阿平時來講，發現和做到嘅順法率來講，差唔多係100%，大家咪要記得咯，全部要補充嘅一個檢查項目，了解自家嘅健康，韓國呢為自家嘅健康嗬，康健來把關，叫每當師母，人哋意思攞到按節目健康按師母。係，謝謝。好，到兩位都來聊下，家下聽你先生強下好好來做運動咧。